今日去咗珠海同家咧，行咗一轉，總體嚟嘅感覺咧，都係覺得缺少人氣。今日想同大家咧傾一傾同家北圍呢個地方。咁喺5、6年前咧，同家可以話係珠海樓市最火爆嘅區域啦，因為深珠通道多個概念，呢度嘅樓價咧從萬幾蚊升到3萬蚊咧，只係用咗1年嘅時間，真係好誇張。依家真實嘅情況又係點樣呢？今日我專登咧去睇咗成個同家最熱門、最有代表嘅3個新樓盤。咁第一站咧去咗仁恒濱海灣樓盤咧，就已經幾乎睇好晒啦。依家賣緊咧有96方嘅3房啦，115方同埋142方嘅4房單位，價錢咧最平嘅16000蚊，最貴嘅咧28000。咁樓下就係中山公園啦，咁環境咧唔錯嘅。樓盤自帶咧有7萬方嘅商業體同埋鄰里中心，但係咧依家仲未開業，仲未投入使用。簡單一句話咧，就係缺少商業配套。咁跟住第二站咁嚟到呢個華發珠海灣啦。咁大家都知珠海灣係珠海首個第4代住宅，一期差唔多快起好啦，二期咧都同樣已經有一部分咧係露出咗呢個地面啦。咁25年珠海最火爆嘅樓盤咧，可以話就係珠海灣啦。舊年以網簽咧630幾套，排名珠海全市咧銷量第3名。呢個銷量可以話係十分之唔錯啦，係咪？但係最終佢嘅價錢都係要往下去調整。明明賣得咁好，點解價錢依家仲會平咗呢？因為佢嘅體量咧實在太大啦。成個同家豪華後期都係交由華發嚟打造，真係後邊咧仲會有2期、3期、4期、5期、6期，甚至係9期、10期嘅住宅咧起出嚟。所以講到呢度咧，大家應該就明啦。咁最後一站咧嚟到呢個係格力海岸啦。成個同家半島咁最大嘅樓盤啦，開發咗10幾年，終於開發完啦。依家主要賣緊7期，亦都係格力海岸最後嘅1期。賣緊嘅單位咧有63方到130方嘅2房、3房、4房，景觀咧非常之唔錯。3房同4房嘅戶型咧係一線無遮擋，直面咧望海景嘅。咁價錢2萬蚊到25000蚊。咁樓盤本身都自帶咧有個商場，咁主體咧已經係起好晒啦。但係咧幾時開業仲未有消息。最後想同大家總結咧，同家半島環境唔錯，擁有珠海最靚嘅情侶路海岸線。咁同家咧產業嘅話咧，其實都有，因為一直都係珠海嘅高新產業區。呢度的而且確係擁有咧好多珠海嘅科技公司。但係我覺得咧，成個同家最大嘅問題係缺乏咧商業配套。咁大嘅一個同家，目前咧就得一個高新寶龍城，遠遠咧係唔夠嘅。北圍就唔使講啦。咁同家半島咧都已經發展咗10幾20年，至今依然都係冇一個似樣嘅商業，所以咧好難去留得到人。咁各位朋友喺將買樓咧，你哋又會唔會揀同家呢？